兄，你实在也太痴心，为着想要娶金莲，你竟然会家己一个人走去清凉关要偷摕铁板。万一若有失觉差，看是要安怎？就算讲你冒险会当偷铁板倒转来，金莲也无可能会答应甲你成婚啦。大嫂，金莲，你要去钓鱼先？母亲讲伊想要食活的鱼，所以我要来去钓。宝宝是安怎？母亲就讲伊心情足歹，伊来烦恼伫咧锁阳城的富贵，上运毋知有较好无？你来听伊讲，什么种种拢败伫迄个铁板道人的手下，毋才会心情袂开。金莲，啊？你今年嘛已经20外岁啊呢？是啊，嫂，啊你问这是要创啥？阿嫂，是讲你年纪轻轻，还着跟随踮咧军中，万一若是误着你的忠心，你是要安怎？阿嫂，你免甲我烦恼啦，因为我才无要嫁。哦，是为什么啊？因为世间上无甲一个查甫人价值我去嫁。哦，金莲啊，啊若照你安尼讲，也无你的心目中是着爱什么款人才有值得你嫁啊？讲嘛无路用。世子下是八种，连天名扬树高粱，18件将空有用，就为夫妻欠殊用，就为夫妻欠殊用。金莲，要无若讲照你的理想，有迄什么款人，你才要嫁伊啊？你是毋是会用咧甲阿嫂讲？阿嫂，是讲你也毋是外人，我会用咧照我心目中理想的红婿，甲你讲也无要紧。那安尼，你就紧讲啊！热爱品貌比英俊，你要在路足见闻，再三辟其精魂，情看家人是破魂，情看家人是破魂。是爱忠心如所舞，我比两相人相如，六比公情这太师，如此堪为金莲夫，如此堪为金莲夫。金莲啊，这种十全十美的男人，你通天涯的去找，嘛找无这款的人。
所以我才讲我唔嫁。夫人小姐，夫人小姐，细座来报道将军夜探清凉关，已经被铁板道人甲伊掠去啊。对咯，悲情的代志，暂时莫互老夫人知影。我已经烦恼众人，因为我亲事要到青龙军来去救伊。关税啊，伊你是统领三军的子婿，要哪会个随便离开东营？无要紧，我3、2天就赶倒转来。对，听爸讲，我若无伫咧军营中的时阵，请听爸讲暂时代理这军营中的代志。无咯，这袂用哦，这袂用哦，这毋是咧军笑人呢。我想，互我带你来去好。好，阴暗初更，咱就按后花园离出，免得惊动老夫人知影。出命。啊。人在那边，我准备好啊，伫咧后门。梁山，父亲，老夫人，免礼。梁山啊，你要去青阳关是？是，要使用目睭甲我nhìn，无法度啦，是我去甲恁老母讲的啦。这个代志事关重大，我老听是担待袂起哦。梁山啊，你的父婿标伤是也未传入，你身为二路元帅，假使你若万一出了差错，岂毋是辜负圣上交代予你的一片负责呢？母亲，孩儿出去，一来是要解救道一路，二来是要偷着伊铁板道人的铁板，我解救伊苏宝洞的靠山。万一苏宝洞若是甲汉龙兵分两路，攻入就汉江口，岂不是咱平西30万大军毁于一旦呢？为娘拢明白啊，先当也有甲我讲过，我并毋是主动你去青阳关，我只是要劝你加带一寡人马，以防万一。这。
外苦。哎，啊哪会是你？我叫是阮东营的人来救我的。大将军，东爷受人侵入山无毋对，通阮大哥甲铁板道人拢无伫咧，你紧逃走，去甲因会面，紧走。对啊，走，对路，紧逃走。哈哈哈哈！哎，唔对咧。啊，你敢是苏宝同阮小妹？啊，你哪会？莫搁再问这个话啊！你若是记着东爷的人，叫因千万毋通伤害刁元哦，因为伊是我的好朋友。吼，会啦会啦，紧走，毋通去互发现着。多谢吼。是为着这，啊，我也使来。哎呦！我问你，大一路被困伫什么所在？毋知。迄个小铁路年的铁板放伫什么所在？毋知影就毋知影。苏宝堂有伫咧关内无？毋知啦！巧讲哦，你若听话到本岁的话咧，本岁言必有信，会放你倒转去。是丁山，阮借付冤仇，大如天，阮报仇之念来去上天。你休想爱我来回答你，我阮不亲像将你去。马声大打，会着你死到临天犹不知。今点马将心头记，爱你一命归毋是。哎呦，有力啊！快听的啦！所产的不该哦，心中原本随风水平西翻的，看了兵败这个死无怨，挑明这死有何怨？你不必考验，又看样，我认定你是杀人凶，冤枉被擒在你手，我死为你鬼免无代偿。有力啦，较轻的，莫遐大力啦。条阮我是一时糊涂，验这对元帅无咧黑白伊慢慢伊想开，就会照实讲啊。四丁山啊，我无这要才甲你加讲话啦。你若有啥物款的话，你叫一人来甲我讲好嘛？哦，
阮说啊，对无对无，我讲的拢嘛无毋对。刁姑娘，伊即马想开啊，要照实甲你讲。嘿，我是毋是会用个甲伊问？会用的，真汉。你过去甲问。好好好。哎，刁姑娘啊，你叫迄查某徛较开的啦，我无爱看伊的面啦。这都是安怎？恁是三个人，我嘛只不过家己一个，安怎样？敢要你也惊我走去心？这，金丁，坐遮小休困者。刁姑娘啊，你看阮元帅对你吼遮尔啊有度量，你应该吼就爱照实甲伊讲，看迄个道一吼是建伫个什么所在。要毋过我先问你一句话，顶一回你写起我的头章，啊，你有甲我弹掉无？无，吼，迄后煞会，我定定嘛拢走伫个我的身躯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哪会保存我的头章呢？这，啊都，无咯，这慢请会讲。元帅要问你的话，大先讲，你就照实讲嘛。不要紧，对，唔通对啦，互跳毛鹅走好啦，这是我答应翠玉的条件呢。哦，为什么？无啊，你是安怎样我听出来啊？啊，到迄个苏宝同因小妹翠玉甲我救的啊。哦，翠玉竟然甲伊大哥的心肠无共款。是都对。无你是有先讲啊无啊？看叫笑。元帅啊，我将吼不才招汉慢啊啦，已经将铁板偷摕转来呀。铁板，铁板，实在真无简单啊！大一吼，想会到你有这个真大的本领，小铁女里的铁板，你有法度来偷倒转来，真是功劳不小。回军营中，你的功劳记在功劳簿头一公。嘿，我毋是为着要爱头一公，才去冒这个性命危险。元帅啊，你还阁有答应我的条件，是毋通跳的袂记的了。啊？是什么条件？啊，你讲我若偷摕铁板转来，要将恁小妹嫁互我做